今天就是上课的方式呢，就是我们会稍微做一点改变。就是呢，因为有一些同学呢，就是可能是第一次呢，就是听闻综艺的内容。那因为第一次听闻综艺呢，所以对于说综艺里面很多的这个名项、很多的名词呢，并不是那么多那么的熟悉。所以呢，一听到就是解释完名词之后呢，然后紧接着呢，就是解释这个内容的时候呢，那可能是因为对名词还不是很熟悉，那在思维名词的意思，然后要思维名词的意思，然后呢要去理解就是整个课文的内容的时候呢，可能会相对的吃力一点。所以我们就稍微做一个修改，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先把就是新的这个名词或是名项，就是我们先解释，然后先把这些名项名词解释完之后呢，让大家熟悉。那大家熟悉之后，我们再开始做这个课文的这个解释。那就是大家可以看看，就是这种上课方式呢，大家觉得比较帮助比较大呢，或者是说像以前的这种上课方式帮助会比较大，那大家可以就是先听听看，然后到时候觉得说哪一种方式对大家帮助比较大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再来看怎么做调整。那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调整呢？因为最主要呢，就是我们在做这样学习的时候呢，主要是以听法的人呢能够听得懂呢是最重要的。因为我们这样子的上课方式呢，并不是说这个中心好像每次都在上课啊，然后并不是为了这样的名声而去做讲述的。最主要的就是说，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。因为如果是为了名声去做讲述的话呢，我又讲了几遍的什么样的内容，我又讲了什么什么法的话呢，那这个呢其实是不需要关带的，就只要说一直把它念下去就可以。但是呢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对于大家的利益不大，所以呢，最主要就想说能够帮助到大家的方式呢，来为大家做讲述。所以大家就可以看一下说，这样新的讲课方式呢，会不会对大家帮助比较大，还是说会觉得说原来的上课方式呢帮助比较大？那这个呢，就大家可以再看看。那人们些意思就是说，他最主要就是从他在台湾师大学习的时候呢，就是那时候在学习中文的时候，那就是比如说这一课的内容呢，比如说是一篇故事，但是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呢，那就是我们知道说课本里面都会有新的单字嘛，他们就会先介绍单字。那人们些举例就像说小明去餐厅吃蛋糕，那在这个句子里面呢，就把新的单字，像是餐厅啊、去啊、吃啊、蛋糕这些字呢拿出来先做解释。哪个是名词，哪个是动词，然后呢再把它组合起来，组成一句话之后呢，然后才能够每个字的意思都了解之后呢，那对于这一句话呢才能够更为理解。那对于这句话理解，那每一句话都能够理解之后呢，你对于这个故事的内容，当然也才能够更清楚的了解这个故事在讲什么。所以才会想到说，那就今天就是先为大家解释名项，就是名词的部分。那等到大家对于名词熟悉之后呢，那我们再开始进入就是教材的内容。那就是让大家看看这种上课的方式会不会对大家帮助比较大，或者说如果说听完今天内容呢，大家觉得说以前的那种方式呢帮助比较大的话呢，那我们再来看怎么做调整。就是今天呢，我们要解释的是11个名词。那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看到这11个名词？第一个呢是佛身，就是呢我们上堂课呢是讲到说第6页的倒数第3行，就是上次讲的内容是到第6页的倒数第4行，这边就是即使证得圣果见道修道，也有必须在14个身有及14世当中修学有学道的情况。那照理说，今天的内容是从因此他们毗婆沙中主张，是从这边开始。所以在解释下面的内容之前呢，我们先来解释一下，就是今天会讲述的这个课程内容里面呢，它会用到的这些佛法的名词。那所以呢，这边我们就讲到第一个呢，讲到说是佛身。那第二个呢，讲到的就是法身，第三个色身，第四个报身，第5个化身，那第6个圆满受用身，
第七一二三四，然后接下来是涅槃，然后有余涅槃、无余涅槃，然后了义以及不了义，那总共呢是11个词。就是除了这11个名相之外呢，那就是人们界还会觉得说，如果有他觉得需要补充的呢，补充的名词呢，那人们界他就会多补充进去。那第12个呢，就可以加上就是最胜应化身。接下来呢会讲到说就是相续断绝，是其明了的相续会断绝，就明了相续会断绝，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接下来就是第7页的1、2、3、4第4行，就是舍生命之行。那我们呢，就是今天呢，总共有14个名词呢，然后来做解释。那当然，我们今天所解释的呢，就是以一切有部的角度呢来做解释。那第一个呢，在讲到佛身的时候呢，佛身它同样呢有2种解释。那第一个呢，佛身的解释呢，就是同样我们把佛陀的色身和法身呢，称之为是佛身。那这是一种解释的方式，就是指佛身呢就会连接到说，佛身分为2种，就是分为色身和法身。那这是一种解释。那第二种呢，佛身呢就是指佛的意思，这是第二种解释，直接把佛身呢指为佛的意思。我们就讲到呢，就是有2种解释的方法嘛。那如果说是第一个解释的方式呢，就是把佛身呢指为佛陀的法身跟色身的话呢，然后讲到说呢，是佛身的话呢，不一定要是佛，因为呢色身呢它本身并不是佛的缘故，所以就讲到说呢，是佛身的话呢，不一定是佛。那举例来说呢，就比如说是色身，因为色身呢并不是佛，那这是第一种解释的方式。那第二种解释的方式呢，就会讲到说，那佛呢，佛身指的是佛的话呢，那就会讲到说呢，那色身呢，它就不是佛身，因为佛身我们只是佛的意思嘛，所以就讲到说呢，色身呢，它就不会是佛身，所以这是第二种解释方式。如果说佛身解释为佛的话呢，那就会提到说呢，佛的色身呢，并不是佛身，所以这是2个解释的差别。第一个呢，我们在解释完就是佛身之后呢，那我们先往下解释好了，就是那先讲到说，那什么是法身呢？那我们知道说佛陀的法身呢，它可以分为就像是自性法身。那什么是自性法身呢？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呢，就是断除了就是具烦恼之障以及非具烦恼之障之后呢，然后所获得的这个灭地呢，就可以把它称之为是法身。所以第一个呢，佛陀心绪的灭地呢，可以称为法身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佛陀心绪里面呢，通达四谛16行相的这个智慧呢，也就是佛陀心绪里面的道地呢，也可以称为是法身。所以呢，第一个呢，我们解释完佛身之后呢，讲到说就是又分为法身和色身。那所谓的法身呢，就讲到说，佛陀心绪里面呢，就是断除了具烦恼之障以及非具烦恼之障之后呢，所获得的这个灭地呢，称为法身，或者是呢，佛陀心绪里面呢，就是现证四谛16行相的这个道地呢，也可以称之为是法身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解释到色身。那所谓的色身呢，就讲到说，佛陀呢，他佛圣者的这个色蕴，把它称之为是色身，就是佛圣者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色蕴呢，把它称之为是色身。那我们先讲一个就是一般的，就是刚刚所讲述的呢是一切有部所承许的。那接下来我们讲一般的分类的时候，就讲到说佛身呢，它可以分为法身和色身。那在法身呢，又分为自性法身和智慧法身。那色身呢，又可以分为报身和化身。那因为报身呢，在一切有物里面呢是不承许的，所以我们讲说这是一般的分类方式。就是色身呢，它又分为报身和化身。那报身和化身为什么会称之为是色身呢？就是
佛陀为了利益有情，所以显示在有情面前的这个形象，能够显现色相的这个缘故呢，所以称之为叫做色身，就是为了利益有情所显示出来的这个形象，所以称之为是色身。所以刚我们讲知道第一个呢，就是有讲到说，就是佛身呢，它可以分为法身和色身。那我们讲说，如果我们是以佛身呢分为法身跟色身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解释到说，就是以一切有部来说的话呢，他会讲到说是佛身呢不一定要是佛，是佛身不一定是佛身不一定是佛的呢，就像是佛的色身。解释的话呢，就会讲到说，为什么呢？佛的色身呢，并不是，是佛身呢，不一定是佛。那是佛身不一定是佛的呢，就讲说是佛的色身。那为什么佛的色身呢，并不是佛呢？那就以我们导师释迦世尊来说好了。那导师释迦世尊呢，他的这个色身呢，他的这个运体，他的这个运体呢，就是他的色蕴呢，为什么不是佛呢？他的这个色身不是佛的原因呢，就是我们前面有讲到说，就是导师释迦世尊呢，以一切有部来说的话呢，他从加行道，就是从加行位的菩萨一直到成佛呢，都是同一个所依身，都是同一个身体。那他在成佛之前呢，就是还是加行道菩萨的这个所依身呢，是由业和烦恼所生的缘故。既然是业和烦恼所生的话呢，所以这个加行道菩萨的这个运体呢，本身就是所断。为什么是所断？因为是和业和烦恼而生。但是我们讲到说呢，他从加行道到成佛的时候呢，他都是同样一个所依身，他的所依身并没有换，所以他是同一个心绪，他是在这一生从加行道然后成佛。所以呢，加行道的这个菩萨呢，当他成佛的时候呢，成为导师释迦世尊的时候呢，他的所依身是同一个所依身，所以这个所依身呢，他的这个运体呢，色蕴呢，也是由业和烦恼而生的。就因为它是业和烦恼而生的缘故呢，所以呢，它就不会是佛，因为呢，它是所断的缘故。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呢，就是我们会讲到说一个80岁的老人，那80岁老人的这个身体呢，是否是由这个父母精血所成的呢？我们会说是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和这个80岁老人呢，就是同一个所依生的，就是刚出生的这个婴儿呢，就是他在刚出生的时候，这80岁老人他刚出生的时候，他的这个身体，刚出生婴儿这个身体呢，就是由父精母血所成的。那他们两个是不能说他们两个啦，就是刚出生的婴儿跟这个80岁的这个老人呢，他们是同一个所依生的缘故呢，所以我们也会说，这个80岁老人的身体呢，也是由父母精血呢所成的。所以就如同这个道理呢，就是因为呢，加行道的这个菩萨呢，他出世就是导师释迦世尊还没成佛的时候呢，他是出生的时候是加行道位的菩萨。那这个加行道位菩萨的这个身体呢，是由业和烦恼所生的。那他从加行道一直到成佛的时候，都是同一个所依身，他的身体并没有转换，并没有转变。所以他到成佛的时候呢，他同样的这个色蕴呢，那这个色蕴呢，也同样呢是由业和烦恼所生的缘故。那既然是由业和烦恼所生的话，就是所断。那既然会是所断呢，它就不会是佛。所以呢，才会说色身呢不一定会是佛，色身呢不是佛。那讲完了就是色身的不共的这个程序之后呢，因为这种程序方式呢是一切有部不共的程序。那接下来呢就讲到法身。那我们讲到说，一般来说就是不要讲一切有部，一般来说呢，法身呢又可以分为就是自性法身还有智慧法身。那我们讲到说一切有部呢，它并不会用智慧法身，那它所代替的呢，就讲到说通达四谛16形象的这个道谛，就是佛陀心绪呢通达四谛16形象的这个道谛，也就是佛陀心绪之中的这个道谛呢，然后来取代智慧法身的这个名词。那同样在讲自性法身的时候呢，自性法身它又可以分为自性清净的自性法身，还有课程清净的自性法身。但是以一切有部来说呢，它并没有自性清净的自性法身这个词，它只有承许课程清净的自性法身。也就是讲到说呢，佛陀心绪里面的灭地，也就是呢课程清净的自性法身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就是一般来说呢，就是色身呢，它又分为报身和化身。那会有报身和化身的
缘故呢，就是因为最主要呢，就是他要佛陀呢，就是佛呢，还要显现就是形象呢，去利益有情。因为如果不显现出一个形象的话呢，有情是无法见到佛的。所以为了显现形象去救度有情的缘故呢，所以会显现报身以及化身的这个色身相。但是呢，一切有部里面呢，我们就讲到说，色身又分为报身和化身，就是报身和化身两者呢都是色身。但是呢，一切有部呢，它又不承许有报身。那我们先讲，就是刚讲到说，一切有部呢不承许有报身。那一般来说的话呢，就是什么叫做报身呢？就是一般来说，报身呢就是指最后有记的这个菩萨。最后有记的菩萨呢，就指说他下一刹那就成佛了。所以最后有记的这个菩萨呢，他是正对治所知障。那正对治所知障之后呢，他下一刹那呢就断除所知障。那断除所知障的成佛呢，他就断除所知障的同时呢，他心绪就具备了一切遍智。那具备这个一切遍智的这个补特伽罗呢，就是我们所谓的报身。那这个报身呢，它所在的地方呢，叫做大乘严净刹土。它所在的地方叫做大乘严净刹土。所以这个菩萨实地最后有记的这个菩萨呢，他在正对治完所知障之后，下一刹那呢，他具备一切遍智。那一切遍智，具备一切遍智的这个补特伽罗呢，就是成佛第一刹那这个补特伽罗呢，就是报身。那一般呢，我们在讲到说报身呢，报身会具备5种决定。那这5种决定呢，第一个呢就是身决定。那什么是身决定呢？就是只要是报身呢，它一定是具备就是32相以及80种随行好的这个身，称之为是色身，称之为是报身。所以报身呢，它的身决定呢，第一个身决定呢，就是有具备圆满的32相以及80种随行好的形象。那第二个呢，法决定。法决定呢，就是报身佛呢，他只为宣说大乘法，他不会讲述小乘的佛法，所以法决定呢，就是他只说大乘佛法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眷属决定，就是呢，只要是报身佛呢，他的所化机呢，一定都是大乘圣者，就是唯有大乘圣者能够成为报身佛的眷属。第四个呢，处决定，就是处所，就是报身佛呢，他为安住在就是大乘的严净刹土。那最后十决定呢，就是乃至轮回未空之际呢，都注视，就是注视到轮回未空之前。所以呢，这边我们就再讲一次呢，就是所谓的5决定呢，就是讲到第一个呢，身决定。身决定呢，就是具备32相80种学行好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法决定，就是为宣说大乘法。第三个呢，就是眷属决定，就是四周呢唯有大乘圣者菩萨围绕。那第四个呢，处所决定，就是为安住在就是大乘的严净刹土。那第5个呢，就是时决定，就讲到说轮回未空之际呢，都是住时。那我们讲完了就是报身之后呢，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一切有部。为什么讲到说一切有部呢？它不承许报身，因为呢，我们讲到说就是世尊呢，就是导师释迦世尊呢，在菩提伽耶呢，就是在金刚座呢成佛。那以一切有部来说的话呢，他觉得说这个呢，就是导师释迦世尊呢，就是从身为王子之后呢，就是从凡夫，然后呢，慢慢的一直道地功德不断的增长，然后呢，到菩提座下的时候呢，是真实的成佛。但是以大乘的中医师来看的话呢，他们会认为说，导师释迦世尊在无量劫以前呢就已经成佛了，所以在菩提树下成佛呢，仅是示现成佛而已，并不是真正的成佛。所以第一点呢，就是一切有部呢，它是成语说导师释迦世尊呢，在菩提树下呢，就是从菩萨呢，然后真正的成佛。那为什么呢？就是讲到说一切有部为什么说它不承许有报身呢？因为他讲到说，就是佛陀呢，他既然是在菩提树下，成就成佛的话呢，那
他成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并没有所谓的报身，那他什么时候才会显示报身呢？就是表示说，如果报身是存在的话呢，就表示说佛陀呢，还要涅槃之后呢，他才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呢，然后又显现报身。但是呢，重点又是说，一切有部呢，他所承许说佛陀的无余涅槃呢，就是进入涅槃之后呢，他的相续后继就不存在了。那没有相续后继的话呢，那佛涅槃之后就如同灯灭一样，什么都不存在。既然什么都不存在的话呢，那他如何又去显现报身呢？所以由此呢，他不承许有报身。所以呢，在讲到说一切有部呢，它不承许化身呢，最主要就是跟它承许的无余涅槃呢是有关系的。因为一切有部所承许的无余涅槃呢，就是我们后面会解释到，就是讲到说它的了知呢，就是相续断绝，就是它的意识呢，它的心事呢会相续断绝。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就比如说油灯，当油灯我们吹熄之后呢，即使你再把它点燃呢，就是再点燃的这个油灯呢，跟前面的这个油灯呢，它并不会是同一个相续，就是前面的这个油灯，当它熄掉的时候呢，它的相续就已经断绝了。那你后面呢，在点燃的时候呢，它就不是同一个相续，所以就如同于此呢。当佛陀进入了无余涅槃之后呢，那无论是佛陀的色身心，他的身心呢续流都会断绝。那身还有心的续流都断绝之后呢，那自然而然就如同灯火熄灭一样，就什么都不会剩下。那什么都没有之后，他又如何去承办报身呢？所以最主要一切有部不承许有报身的缘故呢，就是因为他承许的无余涅槃呢，就是当进入无余涅槃之后呢，那所有一切身心的相续呢，全部都要断绝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化身。那化身呢，就像是导师释迦世尊呢，从菩提伽亚就是金刚座成佛之后呢，那到未涅槃之前呢，全部呢都是属于化身。那所谓的化身呢，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说，就是报身呢，就是具备五决定的呢，称之为是化身，称之为是报身。所以呢，只要不具备五决定的这个佛的这个色身呢，全部呢都可以称之为是化身，就是只要不具备五决定呢，那都可以称之为是化身。那我们在讲化身的时候呢，又可以分为三种化身。那三种化身呢，就讲到说像是事业化身，还有受身化身，还有最胜因化身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就是圆满受用身。那圆满受用身呢和报身呢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它只是用的名词不一样之外呢，那所谓的报身呢就是圆满受用身，圆满受用身呢就是报身。那其实，在藏文里面呢，就是圆满受用身呢跟报身呢，就是只是说它名字长短的不同之外呢，就是报身就是把它缩写成报身。那实际上，圆满受用身跟报身两个意思呢，就是一模一样，所以这两个是同义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下一个词。那下一个词呢，叫做涅槃。那什么叫做涅槃呢？涅槃呢，就只要说断除具烦恼之障呢，那就称之为叫做涅槃。那只要是涅槃的话呢，一定要是灭地；是灭地的话呢，不一定要是涅槃。那为什么说是灭地不一定要是涅槃呢？就像是在见到位，还有在修到位的时候呢，那见到位的时候呢，会断除见道所断。那断除见道所断之后呢，同样呢会获得灭地。那在修道的时候呢，在断除就是修道初分修道所断的时候呢，它同样呢也会获得灭地。但是这些灭地呢，并不能称为是涅槃，因为涅槃呢，唯有在五学道的时候呢才会有。那我们先看到就是涅槃，那涅槃呢，它在藏文里面呢叫做两烟累得吧。那两烟呢，就是讲到说两烟的意思，就只是说是烦恼的意思。那得吧的意思呢，就是过去式，就是你这个烦恼呢成为过去式，所以我们说离开烦恼也行，要做解释也行。所以呢，从涅槃这两个字呢，从藏文直接看的话呢，就是远离烦恼之障呢，就叫做涅槃。那什么叫做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呢？有余涅槃其实就是说我们的运体的相续还在的这个涅槃呢，叫做有余涅槃。那无余涅槃呢，就是运体的相续呢
不再有，所以叫做无余。蕴体的相续消失之后的这个涅槃呢，叫做无余涅槃。这种承许方式呢，又跟上部中的承许方式呢是不太一样的。就是我们会讲到说，就是以导师释迦世尊来说的话呢，他就是在金刚座成佛之后呢，那他从金刚座成佛，那在还未涅槃之前呢，那他就是这个蕴体呢，因为他蕴体的相续还在，所以导致释迦世尊成佛之后呢，然后一直到他还没有入涅槃之前呢，那这个呢都叫做有余涅槃，因为他蕴体的相续还在。那等到呢他在入了涅槃之后呢，那这个时候呢就称之为是无余涅槃，因为是说他蕴体的相续呢已经消失了，所以称之为是无余涅槃。那除了说从蕴体的相续在不在来安利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之外呢，那还有一个特点呢，那这个都是一切有部它不共的特点，就假如说有证得有余涅槃的补特伽罗，就是有证得有余涅槃的人，像是大师释迦世尊，他成佛的时候呢，就是证得了有余涅槃。那有没有证得无余涅槃的人呢？没有，因为他获得无余涅槃的时候呢，他的蕴体就整个他的身心都已经消失了，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，所以其实没有办法证得无余涅槃的。虽然说他就是涅槃之后呢，就是进入无余涅槃，但是并没有进入无余涅槃的人，因为这个人呢，或者说这个补特伽罗已经完全消失了。那就是这种承许方式呢，是一切有部和经部中呢都做这样子的承许。就假如说像是有余涅槃，有证得有余涅槃的补特伽罗，但是呢没有能够证得无余涅槃的补特伽罗，因为那个时候呢补特伽罗已经不存在了。那当然就是以上部中来说的话呢，当然是可以证得无余涅槃，因为呢就是当这个蕴体消失之后呢，它新的去流会延续下去，所以是可以证得无余涅槃的。所以这也是下部中和上部中的不同的地方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疗愈和不疗愈。那疗愈和不疗愈呢，我们可以同时做解释。那疗愈跟不疗愈呢，它同样呢就是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方式。那一种呢就是把圣义谛呢称为疗愈，那世俗谛呢称为不疗愈，这是第一种的解释方式。那另外一种解释的方式呢，就是在一切有部呢，它讲述到疗愈跟不疗愈的差别的时候，就讲说，我们讲到说，就是字面上呢能够如言取义的呢，那这个呢叫做疗愈。如果呢不能够如言取义，就是你还要再做其他的方式去做解释的话呢，不能够如言取义的呢，这个叫做不疗愈。那就刚讲到说呢，以圣义谛呢是疗愈，那世俗谛呢是不疗愈呢，那这个呢是属于中观中的解释方式。那还有呢，就讲到说像是疗愈经跟不疗愈经。那什么是疗愈经呢？我们刚刚就讲到说，就是先讲不疗愈经。不疗愈经就讲到说不能够如言取义的，就是字面上你不能够如言取义的。像讲述到说父母皆可杀的这个经典呢，那我们当然是不能够如同字面取义呢去做解释。所以这种呢就是不疗愈经。那像是有为皆是无常的这种显示有为皆是无常的这个经典呢，它就是能够如言取义的，因为凡是有为法都是无常嘛。那这种呢就称之为是疗愈经。那接下来呢就解释到就是最胜应化身。那什么是最胜应化身呢？我们知道说佛陀呢就是示现12相成道。那12相成道里面呢，就是从佛陀示现成佛之后呢，就是在金刚座成佛之后呢，一直到涅槃之前呢，示现涅槃的时候呢，那这段时间呢都称之为叫做最胜应化身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讲到说明了的相续断绝。那明了呢，其实就是指我们的了知，就是指我们的这个心。所以呢，了知相续断绝呢，其实就是说，像是一切有部来说的话呢，就像是进入无余涅槃的时候，就是阿罗汉呢，他在要进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呢，就是阿罗汉呢，他在死的时候呢，他了知的相续呢会断绝。那这种呢，就是了知的相续断绝，就是他的新的续流呢没有办法继续延续，他的新的续流呢到此为止呢就终止，就不会再延续下去了，所以叫做了知相续断绝。那最后面呢，就是舍生命之行呢。所谓的舍生命之行呢，那直接讲就是死亡的时候，或者说阿罗汉呢进入
无余涅槃的时候，就是死亡的时候呢，叫做舍生命之刑。那就是这14个名词呢，就是接下来我们会讲述的内容里面呢，就是会出现的一些可能大家比较陌生的这个名词。那今天呢，就是把这些名词呢都做一个解释。就是这边有2个问题，就是佛和佛身以及法身和色身呢是否相违？还有说报身呢是指说就是10地以上的等觉菩萨，还是指说最后一刹那呢要成佛的菩萨呢称之为是报身？那人们先说这2个问题呢，就今天下课前呢再来做回复。就是刚所讲述到的呢，所谓的报身呢，报身它一定是指说是佛身的话呢，那就是只有佛位的时候才会有，所以你在未成佛之前呢，是不可能会有佛身的。所以就是对于刚问的这个第2个问题呢，就是可能是怀疑说，就是众生的时候会是否有报身，那就是刚所讲述到的，就是所谓的佛身呢，一定是在佛位呢才会有。所以呢，简单来说，在众生的时候，就是未成佛之前呢，是不可能会有所谓的佛身，所以当然不可能会有承办所谓的报身。那就是刚已经解释了，就是接下来我们课本内容的14个就是新的单字、新的名词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就是中译的内文，那就看到第6页的倒数第4行，然后就讲到说呢，因此就是他们指的呢就是指一切有部，一切有部主张呢就是佛的色身呢不是佛，因为呢它是所断的缘故。那为什么说？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刚在解释的时候就讲到说，佛陀的色身呢，就是并不是佛。为什么呢？它不是佛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它是所断。为什么是所断呢？因为它是由业和烦恼呢而生的缘故。那为什么说佛的色身呢是所断呢？因为呢，佛的色身呢，跟在成佛之前呢，就是加行道位的菩萨的这个所依身呢，他们是同一身，就是他们是同一世的。所以呢，那这个加行道菩萨的这个所依身呢，它本身就是由业和烦恼而生的缘故。那自然而然呢，延续到后面成佛的时候呢，他的色身同样也是业和烦恼而生，所以呢，它就是所断。就像呢，我们刚才所举的例子，就像是80岁的这个小明呢，他是不是胎生？是胎生。他是胎生的原因呢，就是说他刚出生的时候呢，是从母亲的胎里所生的缘故呢，所以以此呢，然后他跟刚出生到80岁，他是同一个属于生的缘故呢，所以我们会说80岁的小明他是胎生，所以这道理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就想要说呢，就是佛的这个色身呢，它跟加行道菩萨的这个色身呢，他们的所依身呢是同一个，所以呢，他们2个呢，所以这个所依身呢，都是由业和烦恼而生的缘故呢，所以是所断。那这种思维模式呢，就是一切有部的思维模式。就假如说呢，就是因为有学道菩萨呢，他的所依身呢是由业和烦恼而生的缘故，所以当他成佛的时候呢，他的所依身也要是业和烦恼所生。但是呢，在大乘呢，并不会这样子程序。大乘会说，虽然说呢，和他同一个。就是和他就是同一世的这个菩萨呢，虽然说他的运体呢是由业和烦恼所生，但是成佛的这个运体呢，不是业和烦恼所生，所以大乘的时候呢会做区别，并不会说因为是同一生，然后由菩萨变为佛的时候呢，所以他们的身体呢都是要和业和烦恼所生，这个在大乘呢是不承许的。所以这边想要说呢，加行大位菩萨的身依，就是所依身呢，在同一世，就比方说是同一生的，就是从这个加行道跟成佛的，他们2个是在同一生，就是说这个加行道他在这一世的加行道的菩萨呢，他在这一世的时候呢成佛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讲到说是周遍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加行大位菩萨的这个所依身呢，是由先前的业和烦恼所生的这个运体。就讲到说呢，这个理由呢，为什么是成立的呢？因为呢，加行道菩萨的这个所依身呢，就是之前由业和烦恼所引生的嘛，所以才要说它呢是所断。所以呢，以一切有部来说的话呢，就是佛身呢不一定要是佛。那举例来说呢，就是色身，佛的色身呢
不是佛。但是佛的色身呢，为谁所摄呢？佛陀的色身呢，为佛的心绪所摄。为佛心绪所摄呢，不一定要是佛。那这个呢，是一切有部的程序方式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第7页，就想要说呢，一切有部呢，并不承许圆满受用身。那我们刚刚解释到说，圆满受用身呢，就是指报身。为什么一切有部呢，它不承许报身呢？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，它如果承许报身的话呢，它就要承许在无余涅槃的时候呢，它新的相续的续流呢，就是要延续下去，它才有办法承办报身。但是呢，它并不承许说在进入无余涅槃，就是佛陀涅槃之后呢，它新的续流会延续，因为在进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呢，它新的续流呢就已经断绝了。那我们就会讲到说呢，以大乘的中医师来说的话呢，大乘中医师承许呢就是三身同时承办，也就是法身、报身、化身呢同时承办。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呢，报身呢它就是在大乘的严净刹土，那大乘的严净刹土呢是在色究竟天，所以呢，大乘严净刹土的这个就是最后有记的这个菩萨呢，他在大乘严净刹土成佛的时候呢，那我刚刚讲到说，他成佛的这个身呢是所谓的报身。那虽然说这个大乘严净刹土的这个菩萨呢，他本身是在色究竟天，但是呢，他在欲界呢是有他的化身的，他有化身在欲界，所以当这个大乘严净刹土的这个最后有菩萨呢，他在成佛成为报身的同时呢，他在欲界的这个化身呢也同时成佛。那他在欲界的这个化身成佛呢，就是化身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报身以及化身呢是同时承办的。那同样的法身，因为他成佛的时候呢，就承办了他心绪的一切遍智。那一切遍智呢，就是法身。所以大乘呢是承许到说，法身、报身、化身呢三身是同时成就的。那为什么不承许圆满受用身呢？就想要说，他不承许圆满受用身呢，是因为说他主张呢，最胜化身在无余涅槃的时候呢，其明了的相续会断绝。那我们刚刚讲说明了呢，就是了知，就是心，所以他心的相续呢会断绝。也就讲到说呢，就是导师释迦世尊嘛，是最胜因化身。导师释迦世尊呢，在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呢，他心的相续呢就断绝了。也就讲说，就是舍生命之行，就是后面会提到的，就是他舍生命之行，就是他寿命终了的时候呢，他心的相续呢就会断绝。所以呢，在一切有部呢，讲述到说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呢，有余是指说剩下什么呢？就是剩下运体，有运体的这个涅槃呢，叫做有余涅槃。那无余涅槃呢，就是当它就是寿命终了的时候呢，就是连这个运体呢也不存在，所以叫做无余涅槃。那这个跟大乘所承许的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是不一样的。大乘所讲的有余涅槃呢，所剩余的是什么呢？所剩余的呢，就是苦运之身。所以有苦运之身的，还剩余苦运之身的这个涅槃呢，叫做有余涅槃。那没有苦运之身的这个涅槃呢，叫做无余涅槃。但是呢，以一切有部来说呢，它讲的有余无余呢，并不是指说你这个苦运之身是否存在，完全就是指说有运体，只要运体还在的这个涅槃呢，叫做有余涅槃。那运体已经不存在的呢，就是无余涅槃。那至于说法身和色身呢，是不是相违的呢？那一定是相违。所以色身跟法身呢，就是相违的，就像常和无常一样呢，是相违的。就是想请问仁波切，就是所谓的苦运之身呢，和运体呢有怎样的差别？那就是用比较容易的方式来解释的话呢，是运体的话呢，不一定是苦运之身，因为我们讲到说呢，就是乐受，因为我们知道乐受呢，它本身也是运嘛，因为受呢是受运，所以乐受呢它并不是苦运之身，因为苦运之身呢指的就是指说像是具苦的这种身呢叫做苦运之身。那刚刚呢所讲述到说无余涅槃的时候呢，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呢所指的这个具备这个苦运之身呢，那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所具备这个苦运之身呢，就指说你的运体呢，只要是苦地体性的话呢，那这个呢叫做有余涅槃。那去除了苦地体性的这个运体呢，所得的涅槃呢，叫做无余涅槃。就是对于说这个问题呢，就是会想请问仁波切，就是说可能是
想到说，就是讲到说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。那我们先区分一下，就是一般在讲苦运之身的时候呢，苦运之身和苦呢是同义的。那不过呢，在讲到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的这个有余跟无余呢，就是所剩余的这个苦运之身和不剩余的这个苦运之身呢，所指的呢就是具备苦地和不具备苦地的这个运体。就是说呢，这个运体呢不是由业和烦恼所生的话呢，那就是无余涅槃。那这个运体呢还是由业和烦恼所生的呢，就是有余涅槃。或者说呢，我们这个运体呢，还是为行苦所摄的话呢，就是苦苦坏苦行苦；要是由行苦所摄的话呢，那就是有余涅槃。那已经不是由行苦所摄的运体呢，那这个呢就是无余涅槃。所以就是一般在讲苦运之身的时候呢，苦运之身和苦呢是同义的，但是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呢所指的这个苦运之身呢，指的呢就是具备苦地或者说具备行苦的这个运体呢，叫做有余。那不具备的呢，就是已经去除尽除呢，那叫做无余。所以呢，在讲到有余跟无余涅槃的时候呢，就讲说所去除的这个苦运之身呢，不能够仅仅理解为就是去除了这个苦受，而是呢要理解为呢就是去除了由业和烦恼所生的这个苦地也好，或是行苦也好。就是说，想请问呢，就是无余涅槃呢，是否证得阿罗汉？那阿罗汉还会有心绪吗？就是我们以一切有部角度来看的话呢，就是还没有获得无余涅槃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的阿罗汉呢，叫做有余涅槃的阿罗汉。那等到阿罗汉他死的时候呢，才叫做无余涅槃。所以并不是说无余涅槃并不是指说证得阿罗汉，是指说阿罗汉死的时候呢，那这个时候叫做无余涅槃。所以呢，在讲到说阿罗汉死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讲说，就是一般的讲述方式会说，阿罗汉死的时候叫做证得无余涅槃。但是有证得无余涅槃的阿罗汉吗？没有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他的心绪呢都已经不存在。我们讲证不证呢，是说你的心绪是否具备这样子的功德嘛？但是这个时候连心绪都没有了，所以并不会有证得无余涅槃的阿罗汉。那做最简单的解释呢，就是当你成就阿罗汉的时候呢，那这个时候你心绪的涅槃呢，叫做有余涅槃。那等到这个阿罗汉死的时候呢，就是无余涅槃。就是指说阿罗汉死的时候呢，他不会再回来了，因为他已经把我们都忘掉了。那这是开玩笑的，因为他死了之后就心绪什么都没有，那当然是不会再回来了。就是说这边是一切有部的角度，所以大家不要想说什么阿罗汉还会回小，就是他进入无余涅槃之后还会回小向大，就是没有这回事。就是死了之后呢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既然什么都没有的话呢，他就不可能呢再回来，或者说呢他死后还会有法身什么，这个是不可能。一切有部的角度。那就是说呢，一切有部什么时候呢会认为就是断除了无明？那当然就是证得阿罗汉的时候呢，就是断除了无明。就是我们一般在讲到无明的时候呢，无明指的呢，就是指说是具烦恼之障嘛，或者说我们讲到说无明的时候，最主要所指的呢，就是我执。那我执也是烦恼嘛。那在具烦恼之障呢，他在承办阿罗汉的时候呢，就断除。所以同时呢，在承办阿罗汉的时候呢，就是断除了无明。